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海军的05大区编队无可奈何，所以只能咋咋呼呼。中国海军舰艇在2月21号和22号在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以东塔斯曼海域举行了实弹射击训练。澳大利亚他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规，但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部门呢，却又指责中国海军的军事演习缺乏所谓透明度，还迫使了航空公司临时修改了若干飞往新西兰的航班安排。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在23号表示，澳方有关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中方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的做法，不会对航空飞行安全造成影响。澳方在对此心知肚明的情况之下，对中方无理指责并蓄意炒作，我们对此深感诧异，强烈不满。事实上，中国方面在实弹射击之前已经按照国际惯例通知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完全依规合法。但澳方似乎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又实在找不到其他理由，所以没话找话，强行挽尊，指责我方行动缺乏透明度。这是既无耻又低级的双标。澳大利亚你的 P8A 飞机都侵入了中国的西沙领空了，有提前报告过中方吗？澳方的所谓缺乏透明度指责，实质上暴露了他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朗朗天空，浩瀚的公海，历来牛哄哄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海空军，有本事你把舰机放把过来，不就完了吗？可惜澳军面对中国的05大区编队，根本手足无措。澳大利亚海军都不用多提了，满载排水量7000吨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和满载排水量3600吨的安扎克级护卫舰，他们的对海导弹都是射程120公里的鱼叉导弹。这一款老式的打击导弹，面对中国05大区鹰击18射程600公里，根本就靠近不了。霍巴特级驱逐舰虽然在去年做了升级提高，但主要是安装了射程2000公里的对陆巡航导弹，对海打击能力没有提高。澳大利亚空军主力战机那还是比较先进的，按说对于中国的05大区有一定的威胁。可是 FA-18大黄蜂战斗机只能挂载射程50公里的老款的小牛空间导弹。澳空军现在倒是有72架 F-35战斗机，但美军的 F-35战斗机才刚刚试验完挂载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也就是拉斯姆导弹。而目前澳大利亚的 F-35呢，还不能挂载 AGM-158C 导弹。至于 P8A 倒是可以挂载鱼雷，但主要是用于反潜的，不可能冒险去攻击威胁具有远程防空导弹的咱们的05大区或者是64A 护卫舰。分析完澳大利亚海空军的实力，就知道了为什么澳方对我们的05大区在它的近海实弹射击咋咋呼呼一惊一乍了，但又不敢派舰机来正面硬刚了。澳大利亚的这番表现充分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为偏而自恋，国富而自负，利小而自大。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飞评论，下一期再见。